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红台减2076亿，佮要求讲行政院得爱家己想办法抬至少940亿预算，所以行政院准备要抬减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补助款636亿哦。也毋过，这互地方政府是真不满。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是审查正前民众党提出要当抬减地方补助款的提案，各县市拢有派代表出席，调野立委嘛是吵吵闹闹。 没有给地方政府的补助，你说看你们乱说的。那立委3名立委霸占麦克一句来一句去，这是透早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原本针对中央依照财会法地方制度法定对地方政府补助情形，为专案报告，受真济组立委定期发言，展开反对。都已经经过总统公告之后的预算，再拿回来说现在马上要拨。 这根本就违反了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过去都是让你自行来弹性调整，这个是让你们方便拿来做文章。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主计长像你这个样子。台湾民众党都提了主决议，帮地方的同时，帮我们人民的同时，你像政府、民进党这个立委今天竟然背个这个开会。 各方意见经日遐，因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做到删减2076亿，其中统案统山至少940亿，行政院就删减县市政府一般性补助款636亿，引起地方的不满。行政院本来就应该要遵照总统所公告的预算案里面呢，一般性补助款是分文未删，因为它影响到的是儿童、少年、长辈。 弱势。不过，民进党立委也质疑，行政院按照立法院规矩，家己删减预算，而且已经提出撤宪。若被立委所利用多数侵害行政权，将议题列入排审，提出散会动议。必须自行删减，这个金额庞大，我们自爱难行，所以造成政策成败无法归属，未免对国防安全、外交和教育政策等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我们只能免于调减一般性补助款。 这是下晡3点半，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要带队去行政院提请诉愿。各县市首长强调，做出单独的一般性补助款，拢是用伫社福、弱势族群、教育等议题。即卖预算议题恐惊各界短期内无法度达成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